是酸椒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酸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河。哦，煞来小位小朋友，搁要来摕宝藏啊！是讲小真大个，啊，我拢已经准备好，你是咧无用啥？等，你袂当怪，袂当怪啦！我即摆哦咧出哦，等太空队要算的这吼游戏甲关卡，你唔好怪，袂使怪。唔是啦，你即摆当咧出题，敢会受限？你浪费阮的时间呢？大下记得啊，记得。好啦，我来拖时间啊。小朋友。我甲你讲啊，咱吼先来讨论一下。好。你若看阮遮一个节目啊，恁有上介意阮的啥物关卡无？伫领啊顶悬讲话，我上爱的是新鱼啊。新鱼啊！我上爱的是啥人无共款。啥人无共款？你？我上爱的是赶动物转去厝。小朋友拢足介意的啦。是讲恁即摆安尼题目那出遮尔慢啊，拖到最后，阮已经准备好啊。唔是啊，你下当先好，莫讲话好无？我互我一点仔时间，我随出来，这题目我随出来啦！哎呀，我太要紧了！你好，欢迎！我跟你讲，今仔日我非常期待要算这个游戏，啊，不过我出到这困难的，恁绝对提袂到大片啦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停了！准备。等啥？大虾哦，伊题目还袂出好。什么？题目还袂出好？大虾，搁互我2分钟，我题目我就随出来啦。搁互你2分钟，我已经互你2个月啊，是安那出袂好咧？哎呀，主任，你先莫遮尔生气啦，无那个等者，啊，伫咧等待时间，咱请问小朋友者，恁敢有亲像大虾安尼哦，代志一直拖到上尾才去做？伫咧写跳落来作业的时阵。迄足忝的，你有试过无？30天你爱做一摆甲写了，吼！迄就有成就感的。创啊，不过通常拢写袂了。做物件的时阵，若是家己无兴趣，就会无想要做啊。真的，一定要有兴趣。真正有兴趣差偌济咧，有兴趣就算讲你啊做规工嘛袂忝。对啊。对。真的，有时阵安尼甲代志拖到上尾才去做，迄有真侪原因。亲像你讲安尼无兴趣，啊，若无就是甲讲哦，家己哦做无好势，唔敢去做，啊嘛有可能是惊安尼一下都做了咧真无聊，无正确去安排哦做代志的顺序。听下对，啊你感觉亲像安尼白大海安尼会有啥物严重的结果好啊？代志无法度做真好，做真好。就亲像原本你有时间就会当做甲足好的，毋过你后来就无时间。对吧？那有可能造成家己的压力。压力啊，哦，因伤赶紧啊，迄压力个伤大啊。啊好，你感觉咧？会拖家己的时间。拖家己的时间，嘛拖着其他人的时间啦。是讲大虾，啊你好啊袂啦？好啊啦！总算是写好啊。我规个后一个头毛咧烧呢，我拢出关啊。好，来，我看卖你。哈？来，大家看卖啊者，好，看卖伊到底咧画啥？这啥？尊长是啥物啊？唔是啊，我叫你画图，无叫你家己写出来。啊，这题目都袂用你啊！来，啊，这是啥？马祖鱼。这有这恁啥马祖鱼？竟然看得出来是马祖鱼，你嘛真厉害。啊，画到这啥啦？哈？啊，这啥？鸟鼠啊？鸟鼠啊！兔啊，鸟鼠啊？唔是啦，迄是迄足个的爸。这题目也袂过关，即摆要安怎？即摆要安怎办？队长，我以后袂安尼啊。安尼队长，有啥物方法会当甲我斗相共无？哦，无安尼哦，我甲你两个配步，第一个配步你会当把这代志哦分这样，拆这呢细目标，就亲像咱放假的时阵，咱写这数学题啊20题，你会当下早哦写5题，按时写5题，安尼哦2天就写煞。好。啊，搁哦，第二个配步你会当哦设定5分钟的时间，啊，你先去试看卖，啊，你的大脑感觉哦，其实这代志无遮尔困难，啊，你豆豆做，你就会当完成啊。听到无？感谢队长。真正的做代志哦，千万唔通安尼拖刷。是啊。迄平常时哦，就爱照起工来。啊，你知无？好啦，今日真正多谢队长，带来这尔好的观念，千万唔通拖刷。是。即马我替恁拖时间，好，就安尼提宝藏，啊，恁紧出题。好，准备好了未？好啊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来呀！哎，什么？
拢好耍。咱身躯边定定看到生活用品，经过上挑的我小动一粒骹手，随便做好耍挑战。探险队，恁千万唔通看轻这的物啊！若是唔捌半项，可能就退无保障哦。嘿嘿，准备接招！啊，这款安怎算呢？你爱分鸡龟啊，甲鸡龟啊放伫个杯仔内底，分起来了后，下骹有一个题目，有一个图，你爱互队友看，队友爱讲出答案。讲到4题有1块大片，8题有2块大片，了解无？了解。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来开始滚，来，没得看到杯啊！厉害嘞！抓掉！好，来，真的好来，莫紧张，没当看到杯啊哦！好来，请作答。记得。对，啊好，来换你哦。哦，敢有开？哎呦有嘞，而且是 bonus， 看好，请作答。高头个。高头我掉了哇，卖 bonus。来，奶娘，我是叫丢去啊啦。哎呦，哦，这厉害。开只电话来，请作答。参 A。参的对，已经4题啊，已经4题，无开，你无开，来开。好，什么？请作答。机灵乐对，绝对我知影，讲笑话，讲笑话，可以笑你就无开啊！诶，什么笑话我跟你讲哦，有一个牙齿，有啥什么？来，请作答。冰箱哇！哦，唱嘛。你若牙齿爱1、2、3个新名，你要用讲的。好，来，这是啥物物件？请作答。红果。红果无唔对。来，换一个较困难的。哦，对，这题啊，未过，即摆几题啊？7题啊。来，这是啥物物件？请作答。水饺。水饺对。刚讲有无？无。收答。拍摄。哇，想袂干这尔紧啊！来 ，bonus 是啥物？头先你抽到迄个 bonus， 高头果，都大声念一解。高头果。敢知影高头果是啥？奇异果。你有爱食无？好食。敢有人爱食？爱食。无使食。爱食。这就高果最好食的呢。无你爱食迄唔是啦，你黄白，你爱黄白我爱食无？黄白较甜。低。啊，你知影是安怎叫高头果无？唔知。高爱食。高敢爱食迄？搞就食青椒嘞。唔知。诶，做这毛是重点。亲像高的头。高的头真正，你看圆圆啊，啊高的头是毋是？气球吗？咖啡色的。行。正成，所以叫做高头果。麒麟鹿，来大声念一解。麒麟鹿。啊，敢知影另外一个讲法？长长颔棍，伊是长颔棍无唔对，啊，毋过是鹿啊，所以是长颔鹿。做念一解。长颔鹿。好来啦，8分2块大片，佮加上 bonus 3题，请摕。哎呦，摕个大片大声个念出来。妈祖鱼。好来，米虾。来，文班。比较大气的哦。哇，一届大红来提加。一届摕3题，表示哦，咱生理袂歹。恭喜安尼讲，不要紧，第2关咱甲收起来。好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总讲一句，2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题。伫网仔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哇，来自大东区的小朋友。对。哦，迄个所在，我刚才想到足侪好食的物件。我甲你讲，遐有一个名叫做大龙帮。啊，大龙帮。对。哦，大龙帮。啊，华语是大龙洞。对。大龙帮。遐有一间足大。你地盘的哦。对。安尼啦。遐有一间足大间的庙。是啊。庙边嘛有一个。对。保安宫对庙。边有一个。是保安宫。系啊。 9月28号，阮上尊敬的空珠庙。对。
那拢是咱咧讲，应该是咧问伊。啊，毋过听讲今仔日有带来一寡在地，哎呦，听讲咱这两位美女平常时拢咧跳什么舞咧 K-pop， ？K-pop。来，咱抱下这个吹者，互因表演一下。来，靠近，来靠近。好，这个所在吼，哎呦，又对过哦。嘿，无赢啊！无紧，你真勇敢，我什么嘞？哎，是吗？小朋友来讲，恁这是跳像的舞， Jenny 的，我想把这个吹者。以前有也无简单，因为咱无音乐啊，对对啊，照因的感觉你去跳，平常时有培养兴趣真好。是好，即摆咱甲动物馆转去哦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2题有1题大片，3题就2题大片。来，请就位。来，来个这个所在。来哦，到底通啊摕到几题大片嘞？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哎对，哎，那开始。袂使甲我拍你着。厝迄边有讲啊，较慢的哦，较轻的。你确定伊是上简单的？阮翠娥敢上简单的？第二哦，阮就是太有讲啦，家己迄个好社会。拍头拍。动物保护区的较注意的，咱拍落咧厝。翠娥是保护细腻好嘞哈。，豆豆。你这点是讲啊，较大咧是顺啦。哎呀，我，请讲。为着安怎，必须安怎。为着我的目标，我必须爱较拍拼。有，对，讲到真好啊。安静，大姐，我钱，我介绍一个。第二，较轻的，较轻的。嘿嘿，会钱，会钱，会钱。再较轻的。啊，咱拍的，来来好，来讲。啊，我请讲。卫兵甲刘青。卫兵，公主甲卫兵做伙去看流星。哎呦，哦，哎呦啊，你也搞啦。哎呀，有感情啊！感情有哦，公主啊。我感觉迄个国王的无啥欢喜这个哦，王子嘛，无紧无王紧子，的袂欢喜哦。卖放弃哦。还可以加一个。啊对啊，你若是早转去，人家就甲你做阿两哥啊，啊，两个。阿两哥。啊，伊的卵最好食的阿卵，啊，个大粒。两个阿味，加蛋卵。咸茶啊，口龟。哦，这想要食青梅呢。青梅哦，龟加青梅咸啊，啊。这种是内底有囡仔迄种卵。请讲。安怎汤好安怎？你紧甲手洗洗，通好去食饭。哇！为着安怎，必须安怎嘞？为着要考上较好的大学，必须爱加复习。哦，无呢，伊才几岁尔，佮烦恼大学的代志。反正因阿爸母甲问过啊，想听无？你敢想啥问？对，你有叫人问过无？无吧？有哦，真正有。你想要读什么款的科系？主人，自然，哦，甲自然有关系。已经有方向啊。咱讲一个甲功课无关系。在生活的。为着要摕保证，我必须爱较拼拍拼咧。好啦好啦，好你吃拼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就是恁看到安尼。佮互人三动物对，拢转去啊，嘛拢讲对啊，2块大片啦，请摕。哎呦，啊，好你两地啊。下面大片大声甲念出来。那才好摕。大尾啊，好来，再来。龟乌，好来，大起你。再带起你哦。真厉害。竟然你是不是伤好摕啊？好。来讲。唔是伤好睇啊，迄嘛是一部分的问题。阿辉啊，哎，啊，有啊，今仔日表现得无好，不要紧，我来加菜啊。门关起来时阵再来处理。来到第3关，通啊摕到几块大片嘞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啥人无同款？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。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。嘿嘿，探险队，恁敢有阮这干巧？啊，我是讲，恁敢有阮这巧啦？啥人无共款？今仔日是属于大龙凤的战争，加油哦！你代表大项目，你较有信的啦！你就大的。是大的哦。你要搞钱。你若知影你家己无共款，你就来去加做甲因共款的。啊，
安知无？干巧的呢。那是的话啦吼。到底什么人会无共款？要安怎来摕到大片咧？大片。你赢过阮1分，恁就有1块大片；2分以上就有2块。真简单，请抽牌。来，袂使，互边仔看到哦，家己看就好，家己看就好。美牌一个，美牌一个，好看，精彩。哇！但我嘴大呢，这个摆法是袂歹啊。袂歹，我感觉安尼好看。对。第一轮第一位，请讲。伊乌乌的，哦，会使哦。好来，伊讲是伊乌的吼。第二位，请讲。伊是一种饮料，伊是种饮料，饮料。对啊，伊是啊，对。伊是哦。好来，数落来，第三位，请讲。伊是一种饮料，伊是种饮料，饮料。对啊，伊是啊，对。伊是哦。好来，数落来，第三位，请讲。伊足芳的，哦，胖，是胖的。大数落来，大黑头壳，莫咧小，敢呢？请讲。有人感觉伊苦苦，嘛有人感觉伊酸酸。口口声声，好。第一位讲的是伊乌乌的啊，二号是讲伊是一种饮料。饮料，第三位讲伊真芳，胖。第四啊，位讲第四位的。讲的是有人感觉苦苦，嘛有人感觉酸酸。好，咱随来进行第二轮。第二轮第一位，请讲。你想要困的时阵会当啉，水，哦，这水。再水了哦，解好诶。水开。来第二位，请讲。便利超商买会到，哦，好。这用的哦。会使。便利超商买得到的。刷落来，第三位，请讲。冰的甲烧的拢会使啉。是啊。哦，但无免讲啦，啊，啊算伊过关啦，嘛是会使啊。是无唔对啦。即马就剩最后一个大黑啊。你甲我逼掉啊！好，伊会当足贵的，会当足俗的。对呢医生介绍嘛，差真多。好，咱即马来复习一下，想看觅啊？恁头先讲的啊，啥物人甲你无共款？第一位讲的伊是伊乌乌的，想要困的时阵会当啉。第二位讲伊是一种饮料，啊，伫便利超商会当买着。第三位讲的是伊真芳，冷的甲烧的拢会当啉嘛。好，啊，第四位是讲有人有感觉苦嘛，有人感觉酸，啊，伊会当足贵的，嘛会当足俗的。嘿，你啊，敢有想法啦？有有啊。啊，有好。到底什么人无共款的？啥人无共款？啊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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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写你？我甲恁讲哦，安怎有3位共款的，是咖啡；一个无共款的是茶。诶，来，无共。茶，请举手。茶伫你隔壁。大黑。是安那？茶，你本人会选择一号甲你无共？是啊。因为第甲乌乌的就是就差伤济啊。对，啊，你其他这边啊这两位讲的，敢若佫甲你小可有共对毋对？其实对啊，伊真芳啊。啊，冷的、你小的拢会使啉啊，啊是种饮料，便利超商啉会到。有啊有人伊有贵，茶嘛有贵，嘛有俗。对。啊，1号甲2号，你是安那知影是3号甲你伊就无共？怪怪是变来变去啊。的，就是头一摆伊就是乌伊，所以我感觉伊是无确认咱是啥。哦，伊想要学伊啊，伊讲真芳啊。对你讲的啦。哦，这嘛是因有够熟才有法度安尼。啊。啊，你有感觉伊怪怪？伊足奇怪，伊惨嘛。天啊，要选2号。因为伊头一个讲伊是一种饮料啊。对啊，是啊，咖啡算是种饮料啊。我袂甲伊当做饮料啦。你当这是啥？啊，因为其他的人讲，伊讲真芳嘛，咖啡嘛真芳。对。啊，烧的。冷的拢会使啉。嘿啊。因为伊是用迄个直角来感觉3号的，所以因为你甲伊无这熟，你就无这个机会啊。来啦，2分比0分，所以有2块大饼，请摕。你再去睇下。哇，你要跳，你就在四头啊！手卡啦，手干嘛？好人口我忘神，啊，
床要打起的哦。这嘛是咱的代志，叫你甲笑。无法度，因为我迄一支互伊笑有够跳。啊，这厉害呢！伊即马我掠着樟头啊，互我笑一定要笑足久。好啦，去用口倒去摕到7块大片，啊，不过咱嘛是有机会收起来。啊，妈祖无保庇。啊？来哦，到底敢摕到宝藏嘞？现在搞！大龙凤来，囡仔兄囡仔姊，哪个讲啊？卖搁去啊我啦！通报无收了啦，我决定啊，决定安怎？搬离开大龙凤。你讲的哦，你甲我搬厝？干那这空，你要甲伊拼？我真正怀疑你是毋是因为伊是大龙凤来的？放水，放水啊！原来是安尼。你要较注意的。好啦，啊，你敢有想要小我换一个位的，看倒一空伫咧倒位？应该唔免啊。应该差不多免要哦，就照安尼哦，手甲换咧。平酸，我讲请飞的时阵才飞哦，而且飞超过1空才有准绳。到底大龙凤来，囡仔兄囡仔姊摕到宝藏无？用到，请飞！啊，拄好一空。有啦！我跟你讲，你来来来，颁奖！恭喜哦！来，用心的。非常听课了，哦哟！来，来，咱今仔日要这是倒送的。椅对不？醋味倒椅来送给你。今仔日要送的是这趣味的倒椅，啊，这倒椅吼非常的特殊哦，因为这是吼要熟悉咱台湾的生态，跟吼保育咱的动物。哇，伊内面有迄个台湾乌鱼、梅花鹿，还有石虎，对啊，啊，台湾第一位一寡生物就对了。做侪。哇，赞哦！恁敢有摕过这款的宝藏？无无吼。啊，恁平常是到底算倒椅？嘛有哦。啊，今仔日金山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本来就紧张的，嗯。啊，毋过即马就欢喜。啊，是啊，多谢。来，三弟你咧。一开始我嘛是真紧张，啊，毋过即马嘛是感觉足欢喜足快乐。好胜。多谢。我感觉真趣味，趣味。而且摕到宝藏真欢喜。好啦，真好。啊好，你的心情啥款呢？一开始真欢喜，后来摕到宝藏，感觉那安尼。拢结达啦。就给的，哦，真好，因为哦，人就是爱咧结头脑逼出来。定咧讲，就有真侪事、真侪语言通啊摕出来讲。恁继续讲台语，继续来耍游戏，就有机会摕到愈侪宝藏。对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。